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气来咧介节目。今晡日咧讲嘛，介讲到舞台戏。我相信所有介乡亲朋友对舞台戏都非常介熟咯，因为世界世界可能都苗片挑选咧嘛，唱新戏嘅世界做得看到舞台戏嘅演出。后来咧，大家做得行业戏来去看舞台戏。不过今晡日咧，大家咧分享嘅係展览，而你做得戲到台北有戲館來看呢個展覽。新年嘅初八到2月30都做啲戲哦，大家分享啲基本嘅裏邊，一開始咧繞場嘅是係觀眾蔡觀眾分享。大家好，我係台北歐戲館館長蔡一偉，歡迎大家來看展覽。謝謝館長，講得真好。聽你嘅繞場嘅係了解展覽嘅策展人，其實係呢個修成分享。大家好，我係劉秀成，董歡喜，很棒。就是因為館長跟修成都唔係客家人嘛，對不對？所以剛才其實 opening 這樣子練習，其實說得很好。謝謝謝夢玲。我覺得這個也是我們很棒，可以跟就是說，從小沒有講客語的人的一個很棒的一個交流。不過大家就會想說，咁今晡日到底怎麼繞場記到來到兩片呢？我們今天要做的是很棒的一個偶戲的展覽，而這展覽裡面其實有跟就是我們客家都客家非常熟悉的，像是三宛然，對不對？像武山哥，我們有很密切的一個交流，對。然後他們其實在於客家的這個布袋戲，其實有非常多的貢獻，對不對？就只是今天派了館長跟展覽人修成一起來到這邊跟大家分享，對吧？好，對，對，館長說。好，对，一開始咧，你感覺然後非常改精彩哈，都首先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好像比較是傳統的，我們說布袋戲的人偶寵物，然後呢，這個是前面兩個小尊的，然後後面兩邊走在看到就是我們俗稱的金光戲，對不對？哇，而且他看到他的披風都破洞了，有沒有？然後這個頭上戴的這些東西都看起來很有歷史，所以這感覺像是館長家的收藏。哦，對，就是我爸爸演出時候的戲偶，所以爸爸演出的時候真的就有對，所以破洞就是演出時候打鬥啊，煙火爆破燒到，好棒。然後他是一尊妖怪，對，對，就是壞人的角色，壞人的角色 ，TPF 用少改的意思，就是說你看這都是一個。我覺得這是記憶的累積啊，歲月的累積，然後我覺得也是一個歷史的痕跡哈，所以特別帶到這邊。那當然嘞，等來碰面可能就是我這邊，這個也算是金光對，然後尺寸比較小一點點，對，大概80年代的尺寸。OK，80年代，那這是什麼？90年代。好，80、90，慢慢長大。那這個是這個是傳統的。傳統對不對？聽說我後面還有一尊，對，這個看起來好漂亮哦，對不對？對，50年代中國的晉江戲偶。所以這個是50年代，對，你看哦，傳統的50，然後80跟90，對，那全部都來到呢啲大洋旁，而且真的是不一樣的一個角色。好，那大家是不是想過，哇，那到底這個戲都展覽走在可能嘛改的？我覺得都看得到，是不是可以請這個館長或修成幫我們介紹一下兩白展覽的這些的內容跟概念？好。因為台北偶戲館成立將近快20週年，然後我們希望讓觀眾來到台北偶戲館可以看到它的比較多元的樣貌。那這一次會做布袋戲，就是因為大家對布袋戲比較熟悉，但不知道它在近年來發展的一個狀態。好，那今天所看到這個傳統戲偶，雖然看起來傳統，可是它衣服卻是穿着客家藍衫服裝哈，它也是這一次我們邀請2個團體，他們曾經有過合作的一出戲裡頭。呈現的戲偶，對，戲偶子跟三宛然，對，沒錯。那因為我們在討論布袋戲的在台灣的變化嘛，那從大概布袋戲從中國傳到台灣之後，經過日治時期的變化啦，然後後來那個228事件之後，布袋戲團除了酬神戲以外，也進到戲院裡面做比較是商業娛樂的演出，然後開始長大變高，然後也有很多的爆破加入，才會變成金光戲。大概50年代到70年代，黃俊雄等於是集所有大臣受邀到電視台演出，然後全台灣人都知道哦，布袋戲哦，史艷文這樣。那近年來又有一些就是影視電影的布袋戲到串流平台來，對，就是談論這個布袋戲的變化。以外，就是也有一批人，就是劇團，他們想要投入所謂的當代劇場的創作。大概在近20年來，就是很多的團，他可能是傳統團，他開始嘗試跟一些現代劇場的導演啊，或者是編劇
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甚至跨界的合作。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这2个团体，他们怎么样去从不同的养分，一个是商碗南从一碗南这边的养成，以及戏友子从小西园2个传统布袋戏，特别在北部2团很特别重要的传承，然后经由他们手上有一些想法，然后突破创新，我们想要让观众知道这些事情。很棒哎，所以说如果是布袋戏迷，这次的展览绝对不可以错过，对不对？然后如果不是布袋戏迷，像我就不是布袋戏迷，可是我对这些人偶是很有兴趣的，我去就可以，我等于是可以，我好像可以在里面看到那个历史的轨迹，对不对？我从这个刚刚馆长说50也好，70、90、80，然后一直到金光，我都可以看到，对不对？好，讲到两片台家是没想过，哇，这个暗藏都改展览，我们今天两百给哈费松都性感冠娘，你从他们的这个主视觉开始看，那是你们这次带来的主视觉的海报。跟我们以往看到的完全不一样，谁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好，就是因为这一次展览，馆长是布袋戏的专家，但是因为我要负责策划这次展览，但我其实是一个偶戏小白，然后那个时候就在思考说要如何吸引像主持人或者像我一样，或者更多年轻的朋友，就是对布袋戏不熟悉的人也可以喜欢或者想要了解，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主视觉特别找了2部七啦。冷波切啦，冷波切，就是2把刷子的意思吗？对对，就是的设计师 Javi 跟 Dean 请他们来设计。那个时候我们就跟他说，我们想要做出一个海报，一个视觉是不像偶戏馆，但就是充满我们现在偶戏馆很有活力、很有朝气、很年轻的那个氛围。所以他们在设计这个海报的时候，就截取展览这一次很重要的概念，是一个音乐，是一个聆听的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是在设计、在画这个海报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的小元素，都是从2位团长这一次借我们展出的戏偶里面截取出来，然后让他用一个更有，就是你看到这个海报，好像就已经有音乐、有一个旋律、有一个动感产生，就是有。看到他就想要跟他一起跳舞。对，因为你看还会有人他拿的好像是那种电吉他，有没有？你就会觉得很摇滚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这边看到一个绿头发的这个妖怪，但是我在海报里面会看到绿头发的庞克，就是会有那种感觉。然后它非常的新，然后很适合年轻人，可是又可以看到一些传统的一些。我说的不是传统元素，就是传统的偶的一些造型在里面。那刚才这个修成有拱斗嘛，就是说是一种音乐，一种聆听的一种感觉。我觉得也跟这一次200几都改 T-mo 附中改，就是完全是吻合，就是 Got Riff。对不对 ？GOTRIFF， 那一开始台大口头说，这什么意思啊？对，还去查一下字典，对不对？所以它其实跟音乐非常有关系，是不是？主要就是这个 Garif 就是音乐节奏上的一个重复嘛。然后，回到说最早我们在讨论布袋戏的时候，像那个传统布袋戏是比较小的，以前就会像小戏园，它有所谓的咿呀会，就椅子会，就是很多观众追剧跟着他，然后去看他演出。你是说像现场？对，现场演出。以前很流行，就是那个戏班子到哪里，然后大家就农忙之后就会跟着去看。你说那个时候对，没错。然后因为真的布袋戏真的比较小一点，特别，然后观众你看不到没关系，他就是用听戏的概念，就像一些京剧喜欢去看这些传统戏曲，他会进到戏园去感受那个氛围，透过口白、后场音乐的一些伴奏，然后去用听戏的概念，所以我们修成也用这个概念来发展这一次的论述。OK， 所以在里面我们会也能听到一些东西吗？对，会看到这2团很重要的演出作品的片段，然后还有2位团长他们喜欢听的音乐清单，会激发他们的灵感，做出这些创作。因为200改展览其实时间蛮长的。大概有7个月的时间，对，所以其实也不是只有静态，也是要有一些动态的，然后活动啊，跟大家互动，对吧？一定要的啊，这当然吸引观众进来，因为这是我们在这1-2年想要努力去让就是很多观众可能对
偶戏这2个字不是很清楚明了，然后或者是大家对偶的定义就布袋戏或者小孩子看的东西，但我们希望去扩展偶戏的多元多样，也让它更年轻化，所以我们很多活动，譬如可能跟 breaking 啊，跟那些当代的一些艺术家一起对，甚至颂钵啦，就让它内容是更有趣。所以我们这这一个特展，当然也有衍生性的活动，对，我们可以请修成。太棒了哈！你看哦，就是场观众还有讲，是为地公哇，200改反同傅聪改反派，而且我觉得看到馆长来我这边，也看到修成，都是很年轻一辈的年轻人，所以是为地公你200改展览傅聪改反派有意思，还有嘛改竞赛改内容聊下，你等下长来讲。大家好，非常尊重你福喜来嘅現場。然後大家嚟講，從呢下開始到2月底，到台北藝術館要動精彩嘅展覽，所以歡迎大家嚟看咯，耶！拍手拍手！哇，館長厲害！你剛剛有手很酸嗎？還可以啦，因為你剛剛說那樣不符合人體工學，歪一邊，歪一邊，對不對？哇，這個是館長你自己的偶，對不對 ？Yeah， 自己的。我們講其實那個展覽地圖要動到嘅發同，不過都少嘅發同自簽呢，因為觀眾帶到進動到嘅或哈自己收藏的這個算是家傳的偶，對不對？我們一個一個來跟大家分享。首先這一個，因為這個不會在偶戲館跟大家見面，對，只有他會，所以呢，這個就特別在福氣來了跟大家見面。你要幫我們介紹一下他是誰？哦。它是一个，它的造型是参考盲劍客哈，就是台湾剧团很多，台湾布袋戏剧团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主角，对，然后那可能我父亲在学偶的那个时候，就是参与那个剧团，他们也是用一个盲剑客当做剧团的一个主要的角色，所以他后来自己创团之后呢，也就在他戏码里面放了这个盲剑客。好，那布袋戏。它的概念其实都会参考国外的电影啊，比如说《荒野大镖客》啦，或者是日本的座头市，也就是盲剑客造型，一个眼睛盲的人，但是他心不盲哈，他可以就是斩妖除魔啦，或者是惩奸除恶啦，对，大概是这样。很难得很难得会有一个人的家里的那个主要的主角是盲剑客，所以你看，我们看他的眼睛，他是真的就是。剑术很高超，但是完全看不见，对不对？没错。所以你等一下会帮我们这个展示一下他的能力跟他的剑术吗？好，就是。那你展示的时候，你需要配音，就是你需要帮他讲话吗？会。哇，欢迎馆长，掌声鼓励。就是大家在可能有的人看过，有人没看过，在外场演出的时候，我们会在演出的时候加一些爆破啦、烟雾啦等等，所以大家用想象的就是我们音乐一下的时候，这个布袋戏偶就会从台下慢慢的随着音乐串起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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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转。原来是盲剑客。虽然我目睭看无，但是我心内非常的清楚，哪一个所在有需要我帮助的，我就绝对前往来解救。前方面妖气冲天，现主时展现我的绝招，一剑雷音破天地，金刚加雷动，呀哈走。好，咻，再会。好厉害，好厉害哦！修成，好近距离看不一样耶，他是躲太远了。你盲剑客，盲剑客在表演的时候，修成一直很怕被打，真的被刺。对，好棒哦！
对，而且事实上是因为今天这里是因为宽顶改限制，要不然的话它帽子还可以 ，Yeah， 要是吗？帽子还可以打开，然后丢出，是不是？对，然后那边就会爆破，因为在树上会装那个小的炸弹，所以它有一个功夫，就是帽子取下一丢，然后就可以爆破，是不是？对 ，Yes， 金光器就是这么的 crazy。好棒！等一下，等一下，除了这个金光之外，我们刚刚看到女孩，对不对？ Yeah 妮妮有表染机。对，之前邀请鼓山哥来的时候，鼓山哥也这个大家都好迷人，因为他很细腻，跟金光的细腻感是不一样的。对，你现在要帮我们使出什么绝招吗？哦，通常，因为这个传统戏也是我后来在10几年前，就是去了一个台原亚洲戏博物馆，它有个剧团，然后他们也是在做一些传统，那他们也找过陈其煌师傅，来跟他们搭配哈，所以我在那里的时候就开始第一次，就是演这个传统戏，那因为你刚刚有看到那个金光戏，它动作非常大，所以一开始我拿这个小蛋的偶啊，就是不自觉的会动作非常大，但是就不好看，好，所以它这个传统戏它因为比较小尊，然后你的动作要比较微小细腻，所以它有一个就是它的身段嘛，就是梳理头发啦，然后 check 它的一个发饰啦，然后它的走路亮相啦，然后可以简单的试走一下哈，就是好出将入相，通常有一个帘子哈，然后我们就拉开帘子，然后走出来，慢慢的走。然后走到定点之后呢，还会先做一下，看看脚上的鞋 ，OK， 然后边，好，然后他的发饰确认 ，OK， 是不是弄好？好。哇，头发好长啊！对，秀发乌溜溜的啊。没有要广告植入哦。好，确认一下，然后眼睛呢都要对着这个头发顺过去，好，然后再确认没问题，往后甩。勾到一个了。好，所以这个是小蛋的一个身段。掌声！哇，这个真的很细腻耶，对吧？而且你不觉得这个真的是栩栩如生，有吧？修正，你应该也是这么近距离。对，近距离看又不一样，好像又要被头发给甩到了。最后金密度节目前中还有2尊，对不对？哦，对，就是传统布袋戏里面有一个打藤牌嘛。就是我问一下馆长，你比较喜欢玩金光还是玩这种？不一样的感受。金光戏比较大胆，对，比较疯狂，对。然后这个小的传统的戏偶呢，你要花很多时间去练习。对，就是因为你一个动作什么身段啊做不好，我自己因为到现在我也觉得还是皮毛而已，因为它永远学不完。所以。现在示范这个打藤牌，来，然后对视一下，有什么功夫真点出来？武器看卖，唔知相输相赢。哇，盖档啊！来哟！好，大家拢来这招，嘿，看我的，1、2、1、2，臭咪毛！好
简单示范到这边，时间的关系。因为馆长今天来很累耶，你会发现他没有想到今天来会这么累。我刚刚看馆长玩的时候，我有一种心情，就是第一个你可以是表演，就表演给观众看；第二个就是你从小到大跟着爸爸这样，家里就是也算是耳濡目染。你会不会自己玩的时候也像是小朋友自己在玩游戏？哦，有，就是可能很喜欢舞台，有没有？对，因为我有一个弟弟跟妹妹嘛，然后我爸爸就会把淘汰下来的偶我就说，我想要那些偶，然后就演给我的弟弟妹妹看，当观众。那我们金光系有喷火的部分嘛，我们用杀虫剂跟打火机危险，观众不要学哈，喷火然后因为在家里嘛，他怕危险，就用打火机功夫就是那种就好玩啊，真的很有想象力耶，对，对不对？所以。我其实还有好多故事想分享，因为我知道这个盲剑客也有故事，他跟过你去纽约是不是？对，因为刚好他跟你去纽约流浪3个月，没有流浪啦，就是说去纽约住3个月，住3个月，所以你就带着他去纽约旅行这样。对，就是去交流。你应该没有随手摆在背上吧？没有，就一开始我是拿在手上，也觉得很尴尬。对，因为在纽约应该会引起大家的侧目，有没有想说怎么有个人带一个？但其实纽约更多很奇怪的人，所以后来也见怪不怪了。OK， 好，这是一个感情很多故事。不过我问一下修成，所以修成，我们接下来有机会在这个展览里面看到像安永改表演吗？看到这样的表演？没问题，就是没问题，好像修成会表演，有没有？没问题。除了馆长那个不定时在我们常设展场会有小惊喜演出之外，3月23号。戏偶子剧团会带来他很重要的一部作品《阿火与肉》的福尔摩沙奇幻之旅，是邱团长他在做台湾土地3部曲里面最新的一部作品，然后里面的偶多达30-40个，然后使用的语言除了客语、国语、台语之外，还有平埔族语跟法语，所以是一个非常难得可以看到的演出。太厉害了吧！还可以听到法语，没错，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布袋戏讲法语，没错。因为我知道，那这样好不好？我们就直接跳到语种这件事情。我来摸一下，就是说，一般来讲，推班看葡台语，老实说，在客庄，就我们会因为武山老师的关系啦，就是我自己接触以来，就他就是用客家话来演绎这个布袋戏，那他也有跟像是黄佩书一起合作，那里面会唱到一些像是哈嘎传统改小调这样子。对，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很主流的，就是我们大白款葡台也是会听到，就是讲河洛。好像刚刚馆长也是用河洛来诠释这样，所以实际上布袋戏还有很多不同的语种在里面可以诠释吗？好，我稍微讲一下，因为它跟源流有关。因为布袋戏的发展后来就是在中国的福建，就是泉州啦、漳州、厦门一带，就是比较主流的一个酬神戏的表演的一个偶戏的戏种。那他们当然还有所谓的悬丝傀儡、咖喱戏。那客家庄他们比较没有这个布袋戏，但是它有另外一个悬丝傀儡在闽西的部分，客家庄。但因为我们台湾就是比较混合，那主要酬神的庙会还是以河洛的布袋戏、河洛话为主的布袋戏。那后来就是像可能大概70年代有法国人可能看到台湾有这个布袋戏一碗蓝，就是很精巧细腻，然后来拜师。那他自己也成立了一个小碗蓝，然后回到法国去，然后就用法语来讲述他的故事。所以客家后来布袋戏，它也是一样，他透过布袋戏这个媒介来讲他的土地的故事，用他熟悉的语言来诉说。所以这都是可以的，对不对？太棒了！我觉得两马还有一种推广普通语文法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是很重要前进的一步哈。好，还有嘛个精彩嘅内容，大家先聊下，你等下长你讲。大家咧分享咧，度2日大度推俾界，推俾遊戲館，要到站掉界展覽。唔單止就得看到冇用感應工，還就得看到表演。所以在這個發通地圖，還有一個我們要特別跟大家補充的，就是有錄像，對不對？
这次特展很特别，大家来除了可以看到戏偶，然后看到2个团长演出的片段，还有他们创作的手稿跟灵感之外，我们特别邀请一位当代艺术家邱志华来特别来做一个录像。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录像？是因为我们在做展览前期在田野爬书的时候，意外发现，就是邱凤荣团长跟黄武山团长他们在2001年，就是2位还非常非常年轻的时候，曾经一起跟一群客家青年，那时候还非常年轻的谢宇威老师，然后汤生龙董事长他们一起共组一个妹戏偶剧团。那因为这个，然后非常刚好，也是在做展览才发现说，原来他们以前曾经组团，所以为了纪念这个跨越20多年的一个因缘、一个偶遇的巧合，所以就找了当代艺术家，想要用一件作品来纪念这件事情。对，所以这个是怎么样可以看到？它是就是一直，你们那是怎么样的方式呈现？在展览里面，然后它是一个录像的作品，然后还有一个照片的原件。对。所以只要去看展览，就一定会看到，对吗？对，那个录像作品它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他们刚刚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这个布袋戏有穿的那个客家蓝衫，所以他们就是在高雄美容，然后去做蓝衫的这一个店，然后这个录像艺术家呢就去把这个透过这个照片，然后去复原当时候那个裁缝店蓝衫店的场景，然后做一个模型，然后透过这个录像，然后旁边有张婉兰的黄武山啊、戏友子邱丰荣，他们还诉说彼此在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然后汤生龙呢，汤哥他也会说，当时候他们怎么样会在那里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那个时候的氛围是怎么样的。希望透过这个录像，即使没有到美容去，那透过录像带你回到当时候在美容所发生一些事情。哇，傅松感有意思，很有意思哎，对不对？而且刚修成说非常年轻的谢宇威，大家看了就知道了。就讲来讲去咪有20年的哈，所以共同20年前改记得哈，对，包括汤哥嘛，哈，20年前的记得，可能到傅松改后生，好意思是讲咋个咯？你改乡亲朋友讲係講你有。对葡萄戲都有興趣，只是做得一塊要改展覽，哈，要當到改發通哦，我非常榮幸改一從改展覽。不過特別來送節目改朋友哈，係講不論係誰都要參加我們這個有話快快說又為大家講的這個活動。基本上你們不用太害怕，因為題目非常改少，題目很少，對，但是它就是不會讓大家想很久。我們來問一下問一下哈，請問這個題目。食材可以動簡單，太簡單了哈！問一下，你可以推薦一家偶戲館周邊該順頭改景點或美食嗎？沒有嗎 OK， 漢聲巷。那吃什麼？跟那是什麼？那是景點，那是景點。景點，它是一家店，漢聲書店。好棒，所以走得一很脏啦，因为走得一该数量嗡嗡啊，就这个意思，去那书店逛一逛，对不对？然后书店的隔壁走10步路就有一间很好吃的冰淇淋店。你知道他多可爱，给你看，因为我一 Q 他说书店的隔壁，我想说观众可能还是想要一点吃吃喝喝。一定要的啊，意思是黑工，就是你要大家去看展览，还是要去周边，对不对？你展览又不会看1天。半天嘛，半夜是走对嘛，怎么可能半夜然后又走一翁书店，又走到还可以吃冰淇淋，冰淇淋。天气冷的话，四海一家吃酸菜白肉锅。那边有四海一家酸菜白肉锅哦，安阳黑嘛，好啦，算是可以。好，再来，因为大家有发现冇？基本讲種小改改葡萄牙人英講嘅，就5人、6人、7人、8人、年台9人自己都掠下。那當然，你唔係。我們講的是這些人偶的歷史，但是我還是想要問一下，如果 UGIF 可以穿越的話，你想要到哪個時代？我想要回到大概不一定要跟他們一樣啊，就是你自己，你去幹。70年代末。為什麼？為什麼你這麼年輕，你想要回到70年代末？就是去看我爸的演出。這個很感人。修成你的表情，
我们展览有做了周边商品是卫生纸，就是为了应付这样子突如其来、猝不及防的眼泪就可以使用。太感人了，因为70年代是爸爸表演的时候的，算是刚创团的时候，因为他还有参加那个布袋戏五等奖。所以爸爸有去录影。对啊，然后那个录影带我小时候1、2年级有看过，后来发霉就丢掉了。那时候应该要把它拷成档案。对啊，很可惜，好可惜。所以我想说回到那个时候，其实也还好啦，就现在去台视借出来，只是要很贵很多钱。OK， 那是爸爸那时候也是真的有全台巡回的，像酬神演出，对不对？有啊，吧？就是Yes 给我卫生纸呢？因为不是，因为基督体系又出来又敢广告宣传，所以你是故意的吧？怎么这个、就是、他们故意做的？打开就可以用了，我现在不敢开，因为这新的。对，这新的我还不敢打开了。对，说是我们俩很坏，人家这么感谢，我们在旁边一直这样，真的是没有啦。我可以理解，因为在有节目之前，其实观众喜欢来讲，就是说，因为他觉得爸爸其实蛮辛苦的，然后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去出国看看或是什么的。这是为什么他去纽约的时候会特别把盲剑客带在身上，因为也算是爸爸创团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精神，然后带着它，我觉得有不同的意义啦，不是只是你自己去纽约走走，对，至少带着盲剑客去纽约，盲剑客又是爸爸的核心，大概是这样，好棒哦，这个好想延伸这个故事哦，但是感觉上就是，对，那你有要穿越到什么朝代吗？时代，我自己我希望可以回到那个美好年代，在巴黎，好像是1战以后到2战之间那个年代。你们两个都好浪漫哦。对，我觉得很棒哎，因为你觉得是一个美好。我刚为什么70有点惊讶，是因为我问过蛮多人的，东东、印度、福达，他们希望能够回到70，因为他们如果以台湾来说，台大主动来复印香港，他们觉得70年代是台湾一个很美好的年代。他们是这样跟我说的，但是因为你刚刚讲70，我有点吓一跳，所以但是后来才知道是跟爸爸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连接，因为台湾的70年代其实开始经济起飞，然后做一些改变，然后但是又没有像现在被社群媒体或是3C产品绑架的一个年代，还是一个农村的，然后看表演的，然后人跟人之间是亲密的、互动的，就是坐公车会把窗户打开，把书包丢进去的那个年代，然后公车还有那个舔伞感年代，应该修成不知道，唉。没有啊，就他们的意思说，那是台湾一个很美好的年代，人跟人很亲密的一个年代。好，太棒了哦！这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突然变得那么的感性、即兴哈，追妹要可能给大家讲，因为等一下要宣传一下经验感饭桶。如果在布袋戏可以担任一个角色，你想担任什么角色？里面对，小生啊。所以不会是盲剑客。对，因为我想说大家应该会猜盲剑客。那修成呢？我想要一个武功高强的人。OK，不管男女，就是你想当武功高强的人。武功高强的男子。那小生可以要武功吗？文武生。好坏，你们这就是你看那要帅吗？要帅吗 ？Of course。你要马改问题，有蓝刀，有文武，然后要武功高强。你要帅吗？你需要帅吗？还是要？你们好适合在这个推背 L 戏馆工作，感觉非常对，感觉非常的这个投入。追妹宣传一下经验感法通。OK， 今年除了特展以外，我们刚好台北游戏馆20周年，所以我们陆续我们有一个。去年才开始的 Taipei Puppy Stand， 就是观众来看一个很轻松愉快的当代的偶戏，然后可以边看边喝一些 beer 啊，或者是一些饮料啊，很 chill 的来看戏。那另外还有艺术家的驻馆计划发表，那在我们的暑假当中会串联一个 Taipei Puppy Fest， 就是一个偶戏。接连不断的活动，你们台北游戏馆很 international 的，真的很多英文呢，真的，没有啦，很棒，对，所以这听起来很吸睛哎，真的很 chill，
好动秋改反同，你看他干嘛给下英文动秋改反同，动秋。好，这就是经验改反同，对不对哈？所以想你改乡亲朋友，随时咧关注一下，记得改特别有习惯，到底经验有冇改反同，可能非常改好，使用啊非常改反派，到时候抬价穷下去。所以谢谢馆长，也谢谢修成哈。有机会再多宣传一下抬价改反同安样。好，听下来咧，绕墙你改乡亲朋友，强下咧做认同了。校群复习类咧节目嘅乡亲朋友，我記得去到呢個免數咧簽站哦，還有填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也記得留兩個影片分享出去哦。